點樣可以學到2嘅倍數啊？食壽司啦！2 1如2，2 2如4，2 3如6，2 4如8，2 5得10，2 6 12，2 7 14，2 8 16，2 9 18，2乘10得20。到3嘅倍數啊？食叉燒包。3 1如3，3 2如6，3 3歸9，3 4 12，3 5 15，3 6 18，3 7 21，3 8 24，3 9 27，3乘10得30。點樣可以學到4嘅倍數啊？食蝦餃。4 1如4，4 2如8，4 3 12，4 4 16，4 5中20，4 6 24，4 7 28，4 8 32，4 9 36，4乘10得40。點樣先可以學到5嘅倍數啊？飲益力多。5 1如5，5 2得10，5 3 15，5 4中20，5 5 25，5 6中30，5 7 35，5 8中40，5 9 45，5乘10得50。嘅倍數啊？飲檸檬茶。6 1如6，6 2 12，6 3 18，6 4 24，6 5中30，6 6 36，6 7 42，6 8 48，6 9 54，6乘10得60。點樣可以學到7嘅倍數啊？睇月曆，一星期有7日：星期日、星期1、星期2、星期3、星期4、星期5、星期6，有7日。7 1如7，7 2 14，7 3 21，7 4 28，7 5 35，7 6 42，7 7 49，7 8 56，7 9 63，7乘10得70。點樣先至可以學到8嘅倍數啊？飲可樂。超級市場買8罐1 pack， 8 1如8， 8 2 16， 8 3 24， 8 4 32， 8 5中
40，八六48，八七56，864，八九72。點樣可以學到9嘅倍數啊？飲檸檬茶，超級市場有9盒1 pack。91如9，92 18，93 27，94 36，95 45，96 54，97 63，98 72，99 81，9乘10得90。